多谢中英，过来看选举消息。民进党高雄市凤山区立委柯志杰争取4连霸，要找这个少年人的选票。伊对上潮流拍一寡缀这个影音，分享伊人生的经验，希望讲会使吸引到少年朋友的这个注意。啊，对手呢，对手国民党的将伊中以凤山少年男为诉求，嘛是主打世代交替，嘛是共款要抢少年人的选票。 一早就徛踮伫路口，甲民众烧酒喷。大家好。暗时伫咧街头，甲乡亲开讲，民进党高雄市凤山区立委柯志杰真出年轻，面子表绿箭，空制嘛拼甲真认真。人若精彩，天自安排；人若吃饱，脂肪就来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他的台语怎么讲？ 摕起来先画者。少年堂流行的电影线，柯志杰对时行，特支无超过10票，希望不是跳舞过节影片，是分享人生过程。所以把我的生活智慧经验啊，然后能够跟年轻人分享。对手国民党将伊中嘛唱少年选票跳抖音洗脑的歌曲，科目3大抢话题，佮提出hip hop的竞选歌曲。 自行车破风，带头做英雄，我信心满满，护你一路圆梦。张义中正做hip hop的歌手，甲对凤山想法唱出来。张义中讲家己练真久，总算练个出彩。一直很喜欢嘻哈的这个 style， 唱 rap 呢来当我的这个竞选的这个主题曲。那了伫咧凤山激战，柯志杰打入政敌25天，对凤山是正熟。即摆要争取立委4连霸，强调有经验的好。 马诉求少年有活力，很多我们的选民呢，大家都期待，希望呢能够换年轻人来做做看。起厝起一半，好师傅袂使换，哦，新的无一定比旧的较好。选战必发，那了除了要顾基本盘，还要抢攻少年选票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